用心，永远是注定无路。爱你啊，生命献予你。爱你啊，青春献予你。想你啊，万事愿意。离开你呀，我无奈。离开你呀，真悲哀。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摕酒来。李王主，你啉有较济淡薄啊？卖啰嗦，摕酒来啦！李王主，酒来。骹手遮尔啊慢。刁完屁！你竟然要甲我送你大牢，搁大假神假胆，可是要用尚方宝剑，当场将我处死。结果咧，还是要将我送去大理石审罪。我嘛是同款，安尼我嘛用出走。论武功，你无法度赢我；论聪明才华，你嘛是输我。我实在想无，父王是来要将风传落你，无要传落我，为什么？皇帝大位应该是我的，应该是我的，这无公平，无公平！赵万明，你得来死！你得来死！迄个不要倒过来，迄个太死，进来！李王主，这个时阵是阮师傅咧闭关练功的时阵，什么人都袂使甲搅了，请李王主原谅。别啰嗦啦！赵万斌，我一定要你死！你这苗头，将赵万斌害死！李王主，苗东一年讲吼，伊是讲吼要利用三王子吼泰山这天，今摆也袂当甲台。别当个太，你这个叛徒，敢听我命令，该死！
李公主，属下唔敢违背你。李公主嘛是属下，带人拼性命，家己公主救回来。阿你竟敢听我命令！你应该为我生，为我死！紧的，去叫苗通将三王子抬死！若无，我全部将你抬掉！起来！阴阳顺逆妙无穷，三奇六合九玄通，妙法通达生死理，天地拢伫掌握中。入来。是。师傅。李公主搁咧起酒笑的是？因此，李公主一定骂阮两个是狗奴才。先莫插伊，恁两个听我详细。每年9月9，为师必须要吐出模拟龙珠，去出立功精华。到时阵，为师的身定，我都保护自己。安尼毋就是明仔载咯？正是。到时阵，为师需要恁两个人替为师护法。大明，在。你坐落来。是。无明，师傅。你先出去。是。大明。放空自己，不得反抗。啊，若无，你会专心搏力地步。是。明虎魂，虎威立你魂。恒心换你心。以形换形，其命如虎，其力如行。行路。小良女，敢讲我一世人都爱活伫思念你的痛苦当中。了解三王子，我死了，我的灵魂嘛要甲你做伙。你艰苦我艰苦，你若欢喜我欢喜。每一天我互你为我烦恼悲伤，会当我的灵魂得到安宁。啊，问个世间情为何物？人讲红某是天注定，啊，毋过咱两人一人一款命，有囝都有囝命，无惊天注定。小良女，三王子。卖我闹啊！做疼的呢。哎，阮是为着你的烦恼哦，安尼想讲要互你欢喜一下呢。对啊，哦，阮两个应该做辛苦的呢。系啊，你莫去受三王子啊啦吼。
又唔是啦，我拄则是咧想讲，阮师傅伊有一个敢若我知影的秘密。秘密？什么秘密？年的9月9请中昼，阮师傅拢去水边将龙珠拖出来去收阳光机器。迄个时阵，伊就必须要山顶，那安尼伊毋才有法度来能益修增加功力啊。你是讲恁王会升顶？好，趁伊升顶的时阵解决掉。需要把魔灵龙珠摕出来，救天宝！哈，行！袂用你啦。阮师傅伊身体甲别人无共款哦。伊若身体时阵你甲卡着，伊就马上醒过来。那你到时阵你两个绝对毋是伊的对手啊。你放心啦，我若毋是要去拼性命，我是要去救天宝啊。对啊，啊若唔是个对手不要紧，我甲娘娘讲啊，对不对？对。嘛共款袂用你啦。吼，你两个会这讲啊？你想看觅？你让娘娘知影，娘娘绝对袂互恁去的，因为你绝对毋是伊的对手啊。搁再讲，娘娘若知影，伊绝对会出面。那你到时阵一定会打草惊蛇，颠倒会去害着天宝嘛。无要紧啊，无阮两个较细腻就好啊，吼。啊，我想到啊，无安尼啦，阮莫甲娘娘讲，你嘛莫讲，哦，啊，阮全去偷摕，哦，啊，到时阵咱偷摕到的时阵，吼，啊，娘娘会甲咱学咯，你嘛甲我学咯，你嘛甲我咯，啊，咱家己嘛家己学咯。对，三王子你足巧的，文健你嘛足巧的。我来听啊。较细腻啦。真理顺风，是的啦。我搁甲以前同款，这样爱骗你。伊是师傅，甲其他人同款，若山顶了后，根本就不用叮当啊。迄个时阵你若要杀伊，真正就是真简单的代志。也毋过，我实在毋甘师傅，我绝对袂用互恁伤害师傅，所以我嘛毋敢互妈祖娘娘去。伊一定会知影讲，师傅山顶的时阵，根本都无反击的能力。也毋过话又讲转来。慢慢真正杀师傅，只要你把魔力龙珠摕转来，那你以后师傅的法力就会愈来愈弱，伊就无可能搁危害人间啊！摕到魔力龙珠，将天宝救转来了后，那你三公主嘛袂去攻打救贤宫，天宝、三公主啊，搁师傅，大家应该拢会平安无代志啊！小龙女讲，情河灵王会出现有水的所在。咱进来找看卖。兄弟啊，你小龙女讲情河灵王会伫咧水边，啊海边、河边、啊江边拢吹着啊，毒棍也是有啦，但吹无灵呢。奇怪，那只高味吼。做啦，头前迄两个水啦。我觉得，伊就是情河灵王倒底嘛。啊，毋过另外一个较像。另外一个就是明清水顶的水啦，但你。对啊，啊你伊，对啊，奇怪哦，头毛那白到安尼啊，啊惯伊的啦，就是一百块无当个套吼，才能算上。哎呦，唔怎啊？稍等一下啦，咱搁等下啦，刚刚咱今日恁两手刚对哦。喂，你稍等下，你小看一下。套顶头这两个人，做迄个古井，其中几员过，敢讲，你会认为情河灵王伫古井内面？有可能哦，情河灵王要收了哪有水，古井内底有水，伊一定伫遐内底啦。水啦，毋过嘛是要先解决问题啦。无时间啊啦，咱今日摕龙珠较重要啦。好，一、二、三。这古井内底龙这么大，庙堂的龙珠一定伫遮。了解通告。
哇，你死啊你！哇，陈立，哇，你是在创啥啦？你我看电影哦，规班都会。你莫甲吵，我是甲除掉上等一个啦，证书较重要啦。你看，历史，啊，不能顺耍。妈呀，惊啦！看，因爱找到这来。我若失去龙珠，我郑和连王的功力就遭到消失去。人讲若当着妈祖，我一定死伫妈祖手里。是你哦，天宝内面哦，随便开，来。我随便去要做啥？你甲当作灵王哦？真啦，谢谢，谢谢。好势啊，好势，行。操你妈！看你要嚣摆偌久。你是在创啥？伊即马哦，坐伫遐定定，爱伊性命。证书较重要啦，甲这灵珠摕倒来给娘娘啦，紧嘞，行啦。无啦，你想看卖？我前一眼呢，别人看袂到，我就看会到。伊即马无啥物讲，第二，只要我会当个睇好死哦，以后我就是千里老君啊，万世老君，你都面子对不对？来甲我做到，我来做。千里的，哦，拜托一下，千里老君，紧等来找娘娘，好无？甲天宝救出来啦，这较重要啦。我那顺煞啦。你袂记的是哦，小龙女甲咱讲过啊，灵王的神定甲一般人的神定是无共款的。咱即摆请起来卡一个，伊就醒起来甲你讲紧的，安尼害真输啦。安尼哦。嘿啦。无，袂当顺煞。卖啦，行啦。小龙女，我郑和灵王无亏待你，你还阁会为我想。天宝你天宝！哎呀！哦，你敢若咸着咯吼，这个朋友对对啊！等者，甲梁主交互我。你扣分成安尼，下尾甲你扣哦，今早我也要退袂听，甲你讲。你若识时务就紧交出来。老大你讲袂听啊嘛？哦，性地莫遐歹啦。先记天宝较重要。你啊，人定咧讲36家，唔知你知是啥物意思无36家，什么是36家啊？人呢？走去啊！这两个真好用嘞！别睬伊啦，先等妈做表，行。会惊心，想要回去讨救兵？你两个小可无胆啊！嘿，我看这两片目厝，你看都看袂落去。就是讲啊，我看吼，甲因两个解决起来，袂开咱偌济时间啦吼。同意。好，两位啊，有一句话吼，唔知恁捌听过无？天庭有路你唔去，地狱无门总入来，破招战！这咱们俩背到这里边，阿拉怕袂听。这个无念嘛，共款的。这昨日时间已经过啊，这个两个精神啊，那个拖累，恐惊无办法啦。好啦，先念一条狗命，来走。佩服啊！我今晚不管你是要就泰山这一天，我爱你听我的命令，将朝安兵抬死，帮助发兵起义，夺取王位。你是咧做梦是？你夺取着灾民的赈灾官员，害死吴文山，害死罗杰，害死天宝的阿嬷。尽所有人拢知你就是幕后主使者，所有人拢认定你是无情无义、十恶不赦的人。滚出去！你
你两个狗落塞，气太死了。狗，你才是狗。靠！等我黄昏再起，率领千军万马的时阵，我绝对让恁人头落地，灰身碎骨。免我怕，归去好死。哎呦！哎，这昨日啊爬到这里边，啊，咱跑都跑袂停。这个武力嘛同款呢。这昨夜时间已经过啊，整个人的精神啊，那个拖累，恐惊无办法啦。好啦，先留一条狗命来走。白虎啊！你笑啥？你咪好我知一下。点？我甲你讲，天庭有路你唔去，地狱无门总入来。对，这个头仔讲过啊，点啦。娘娘早就甲阮讲过啊，若是要骗灵王出来，一定要继续拍袂过两个，互阮骗出来吼。好，你演了袂歹嘛。娘娘在你咧收拾你啊！你是讲啥袂？灵王，你会死去狗啊！妈祖若知影我吐出良珠，就知影我完全无法力，就趁机会拄着我，何必等到这时呢？挺不的，伫我家啦。只有恁两个是戆人，也准讲我前和另外一个有法力，会当拍赢你。你绝对无走。天宝，站！哎呦，天宝！啊，系啊，伊会搁较厉害。九月九龙吸精华，神功法力大不比。陈立兄啊，陈立兄啊，你有回来无？陈立兄啊，你有安怎吗？有受伤吗？啊？免听叫我说，梁厝本来客着，搁有梁王笑倒呀！你是在哈啥？你想要骗阮？灵王在限定的时阵根本就无发现，迄阵我若出手，伊早就死啊！是安怎你无阮两个，他这机会该拄掉？因为啥？你讲啊！你讲啊！因为伊是我的师傅嘛。不管伊变做什么款，伊永远都是我的师傅啊。自细汉，我都无爸无母，是师傅伊好心收留我，照顾我。我唔知我还多活到今日。一直到这阵，师傅伊也是这尔疼惜我。在我的心目中，伊唔单是我的师傅，其实我早就甲伊当作是我亲生阿爹同款。陈立顺风，恁知影无？我今麦若看到师傅伊这款的模样，我心肝都嘛足艰苦的呀。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做才好。也不过，我敢若知影讲，不管我安怎做，我永远都袂去伤害到我的师傅，因为伊对我有拥有之恩。迄日到这阵，伊也是这样照顾我，关心我。恁讲看，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阿公，
要安怎做？伊做遮尔侪歹代志，你甲台伊袂亲，亲就甲台死啊！就算讲你因为好心无是要对安怎，也毋过一定值得报应的。有听到无？师傅，你赶紧回头！我拜托你赶紧回头！你若继续安尼真袂问我，真紧你就会得到报应。就算我搁安怎爱你，我嘛无法度救你，你知无？你今日来应该是要叫我把龙珠交出来，然后把天宝救回去，然后让妈祖来对付我对。不是，我今日来这是要救师傅。救我？以情假意，天庭凡间唯独你了解我的秘密，我必须要踮咧9月9吐出模拟龙珠，先天不动，迄出人国精华。无毋对，是我将这个秘密甲千里甲长讲，也毋过师傅。也毋过我若失去模拟龙珠，我法力会渐渐消失去。安尼，我情和灵王就拍袂赢啦。师傅，失去龙珠对你来讲，并毋是会，顶多是福啊。你若无龙珠，那你从此以后，伊就袂搁再甲你为敌。你嘛用稳顿，过着平静的生活。过着平静的生活。我情和灵王踮咧天庭，本底是会当左右天庭的。如今我来到凡间，应当来统领天下。你竟然叫我得爱稳顿过日子，我猜你对我对这尔久。师傅，就是我一直对伫你的身躯边。而且我嘛真感谢你对我的拥有之恩，所以我毋才一直想办法想要救你，希望你永受于天际。若是我会当顶泰山这天，我才会当真正受益天际。师傅，虽然三皇主伊的心肝真善良，伊嘛真关心天宝的安危，也毋过，伊为着天下间所有老百姓幸福，伊是绝对无可能让你去泰山这天的。师傅，可是伫个泰山这天之前，你无将天宝交出来，那三皇主伊一定会派大军攻打九贤宫。你第三皇主含你作战，那你妈祖娘娘嘛出面甲伊斗相共。到时阵，三皇主的大军，佮加上妈祖娘娘的反应，师傅，你绝对毋是因的对手的。谢了哥，你分析了一路。也毋过我若是要逼三皇子邀请我去泰山这天，也有真侪撇步要顶出来。师傅，三皇子来。请你来。是。师傅，三皇子到。问题，你哪会来这？台湾三皇子走一逝了。苗通，有啥物话直接讲，莫等阮细讲。好，那安尼我苗通直接问，三皇子是毋是真心真意咧爱本恩的？我当然是真心真意爱问的。那安尼真好，我苗通咧想文言，嘛是真心真意爱着三皇子你啊。
啊若无，伊要为着要救你的性命，愿意甲家己的寿命强甲你兑换，互三王子会当延命百岁，然后本命姑娘家己剩无几工通活。妙通，这拢是你甲阮二兄害的。我甲你讲，卡斯本人若真正离开我，我绝对袂放你煞。先莫这样啊生气，三王子，若是我妙通会当互文人姑娘的寿命延迟百岁，互恁两个人恩爱过一生。红岸树高旁，寂无听孤单窗，伊我。妙通，这拢是你甲阮二兄害的。我甲你讲，卡斯本人若真正离开我，我绝对袂放你煞。先莫这样啊生气，三王子，若是我妙通会当互文人姑娘的寿命延迟百岁，互恁两个人恩爱过一生的。你敢真想办法会当救本人的性命？三王子，若是我妙通会当就泰山这天去出着天地真气，那呢我妙通会当逆转轮回，甲文人姑娘寿命延迟百岁啊！本人，你讲的敢真实的？卡斯真正就泰山这天去修真气，就当救你的性命。文呢？到底是毋是真实的啊？真好，那你真好。三王子，你免为着要救我，愧对天下苍生啊！你绝对袂安尼做。三王子，文人姑娘对你这样有情有义，愿意牺牲家己的性命来救你。三王子要哪会当对这样无情义呢？这三王子，咱咪听伊讲，咱来走。行。文呢？文呢？你先回去。是。水里。文呢？因含你熟悉，是我自己心中最快乐的代志。我不是。为着你牺牲我的性命，我想应该是这条情上美丽的不过。唔要讲这款的话，敢讲你忍心放我做你去？我当然嘛不忍心，不过我绝对袂让苗通今年去泰山祭天。万一伊若去出着天地正气，那呢以后恐惊都无人能控制伊啊！你到时
时阵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嘛对你受苦。天下大乱，百姓受苦。阿公主，这款情形是咱两拢承担袂起。就算讲我唔免叫我落来和你生活做伙，也毋过，我若看到天下大乱，老百姓对你受苦，我一定过了真无快乐，你嘛一定活了真痛苦。这款日子对我来讲，根本就是生不如死。公主，我拜托你，你答应我，绝对免为着要救我，对不起天下苍生。你答应我，我拜托你，我求你，你答应我好不好？臭咩啊？系啊，咁侪臭咩啊？行个百姓，可能相当无比通食。三王子，就准讲你听小龙女的话，无要互我苗通救伊。但不如今，我做法造成风害，我苗通当相信，你的忍心唔救天下百姓。哎呀，别听，我要紧看因等伊乱咩啊，羞羞的啊！风害！哇，那这些老百姓日子会愈来愈歹过。这不是天灾引起的，这是有人故意用法律将厂的土来糖印出来，挑工造成风害。啊，是什么人这么恶毒啊？确实真可怜我啊！哎，你家去收手的啦！臭咩啊，规阵足多的啦，紧行啦！林文柱，林文柱，三王子，林文柱，你应该知影风害的代志。将来都无发生遐尼大的风险。是啊，不能讲这摆风害不是自然的天灾，是人为造成的。而且佫讲，只有你才有办法当解决。这摆是苗通司法所造成的。可，即马这是派兵去救援强拄了苗通。等下，三王子，这摆开始苗通，无法度解决灾害的问题。也毋过风害继续落去，唔免偌久，就甲百姓辛辛苦苦所种的米粮全部食掉。林公主，请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问题。是啦，林公主，你一定要想办法救遐受苦老百姓。这摆风害完全是受到模拟良子的控制。这个良子又搁伫咧9月9吸收到日光精华，所以这摆危险不变。假使讲，若是有人施展法力去对抗良子的话，恐惊会造成天地震动，到
到时阵，这种情形会比妨害更较可怕。苗通今年真正受过自私，为着要去泰山祭天，竟然用老百姓的痛苦来威胁三公主。三公主，是毋是要请你先暂时委屈求全，答应回苗通去泰山祭天？到时阵，伊若提出模拟龙珠的时阵，才去想办法修复。请真人施展法力，替圣上也有天下百姓解决妨害之灾。三王子爱民护民之心，苗通配合，苗通会赶紧施展法力解决妨害之灾。多谢你。像三王子，我苗通若无法度登泰山祭天，去出天地真气，增加我苗通的功力。安尼到时阵妨害之灾若搁来的时阵，苗通恐惊就无能为力。真人，请你放心，我一定让真人顺利上泰山祭天。感谢三王子。既然我已经答应你啊，那安尼就请你把天宝放出来。三王子，针对这点，苗通无法度答应，因为天宝若是踮伫模拟龙珠内面，这林公主对苗通会淡薄仔尊敬，那安尼，阮双方才会当和平相处啊，敢毋是咧？三王子，你会当放心，等泰山祭天大典结束了后，普天同庆之时，苗通绝对会甲天宝放转去，互伊跟安尼同齐庆祝。多谢你。去叫苗头过来。真人即马当咧含三王子谈论泰山祭天之事，真人命令我好好顾好李王子。你即马甲我当作坏人是？来这是客李公主，哪会安尼讲？苗头，登泰山祭天对你来讲，敢遮尔啊重要性？我即马唔管你是要上泰山祭天，我爱你听我的命令，将赵元斌杀死，帮助发兵起义，夺取王位。发兵起义，夺取王位，你是咧做梦是？你夺取着灾民的赈灾官银，害死吴文山，害死罗杰，害死天宝的阿嬷。尽所有人拢知你就是幕后主使者，所有人拢认定你是无情无义、十恶不赦的人。还阁有啥物人愿意跟随你发兵起义的？小贱，争王位，必是武力，唯武独尊，唯我独尊。你讲了真好，等待我苗通登泰山祭天大典了后，去出天地真气，我苗通到时阵神功盖世，就如同你所讲的，唯武独尊，唯我独尊咯。到迄个时阵，三皇子若唔肯听我苗通的命令做代志，我苗通就甲做掉，家己做皇帝。啊，那你已经是一个废物了，你已经无利用价值。啊，放出去！是。出去！我的，这，
咱就。你敢有啥物小物件当互我食？哦，你稍等一下。你看起来真面熟嘞。我就是王子。你就是咧欺压善良、伤害百姓大歹人。大家起来抓李王子啊！大家起来抓伊啊！人呢？真正无我会当去的所在，条件要了，百姓怨恨我，我哪会沦落到这款地步啦？所有的皇子内底，我算上巧，我嘛上拍拼，谁人父王免来对待我，三弟佫甲我背面。敢讲是我伤过自私啊？这拢是我家己造成的事。杨主，我是不是应请你甲三公主斗三工，将毕竟要讲因找回来好不好？这件代志，恐惊有困难呢。哦，无要紧啦，规弟，我本来就不应该要求你啊。我跟姑娘，你先莫烦恼啦，我再想办法让朝廷莫再追究三王子判无期进在关键的代志，安尼好不？谢谢啦。我讲话算话。多谢你，杨主，多谢你。没代志，我先走啊。莫姑娘，有一件代志，我早想要甲你讲啊，就是我感觉我一看到你，就感觉咱真有缘分。对啊，我嘛感觉咱两就有缘分的，要若无，哪遐尔啊拄好是你救我。杨主，我想你应该是一个真善良的人，对不？无缘姑娘，你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想讲，你是明斗三工，甲迄个妇人洗清冤枉啊。假使讲这个妇人真正是无辜的，咱就要行个签约接对。你是讲你愿意斗三工？我若离开了后，请你好好照顾阮的三弟二兄，我看得出来，你对文的有好感，可是文的当对你，我相信伊一定会真辛苦。二兄，这是我最后一摆安尼叫你，以后见面，咱都不是兄弟，是敌人。我跟你讲。我会抬起你身躯比所有人，包括你所爱的人。我嘛跟你讲，我一定会保护我身躯边的人，包括我所爱的人。你两个搞落赛，气太死了。狗，你才是狗！你即马遮尔落魄的模样，
就敢若参照一只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可，等我黄昏再起，率领千军万马的时阵，我绝对让恁人头落地，粉身碎骨。你还阁敢讲大声话？你的手下死吃死，倒吃倒。即摆甲你有关系的人啊，拢变成朝廷的重犯。苗通真人，伊唔敢看你无，因为伊知影你的个性坚强，诡计多端。若是互你有机会，你一定会报复。所以真人决定要将你斩草除根。免搁拍，搁甲拍就畏缩咱的手，回去互伊死。三弟，是你要紧吗？不要紧。公主，多谢你叫我离兄。李兄，三弟，真正我做唔到太济代志。假使讲我今仔日会当为着你死，只这暗暝无我对你的亏欠。入来。李兄，这表里敢若青梅够小菜，是我亲身为你做的。你领了啊，紧食。蔡文柱，梁柱，梁柱的衫已经洗好了。多谢你。我先告辞。李兄，你若食饱以后，就请你换风雨。我即嘛是大罪之人，已经无资格穿防护啊！袂惊了，父皇嘛拄着我的风情。我即嘛感觉上危险的是，我已经不是你皇兄啊！李兄，你永远是我的李兄，是我上尊敬的李兄。我希望可以当看到你穿防护的模样。李兄。李兄，你真正要回京向父王请罪？只有真心认错，才会当把过去一直藏伫我心肝内底私欲甲烦恼除掉。我嘛尽量想办法去弥补过去所犯下的错误。一念善心，成就无边的福德。请李皇主一定爱记，以人下待人，人必不负我。多谢林公主开示。李兄，一路上你家细里好好保重。我知，答应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皇帝。
三盟主，三盟主，三盟主，请饶命！三盟主，请饶命！请饶命！三盟主，请手下留情。你贪我厉害的时阵，心强手热，我即马哪有可能对手下留情？三盟主，你的弟兄进前一直想要甲你除掉，但免安尼做，等于是替你除掉新朝大权。国较安怎讲？伊嘛是我的兄弟，阮兄弟的恩怨，外人有啥物资格插手？伊竟然敢对阮弟兄下毒手，伊该死！三盟主，若要杀的，就先杀我苗通。杀你？你明明知影明仔载就要祭天啊！今麦我无可能杀你。苗头，你真奸诈！我会当了伊一命，也毋过我要治伊的双手。多谢三盟主，祭天了后，我会将双手交予你。哼！三盟主，今仔来这应该是敢若要杀当兵而已。明仔就是祭天大典，你身为祭司所需要的物件，我已经甲你trả来啊。这潘龙馆的相传是一代天师张道人所持有，会当定下驱魔，也是历代先帝祭天聘请祭司时所必须要准备的宝物，也是对祭司的尊重。请三盟主放心，祭天大典绝对袂辜负三盟主的期望。三盟主，还有一件代志非常重要，一定要向三盟主说明。你讲，遵古法礼制，祭天大典之时，女性无适合在场。也毋过以我所知影，先帝祭天的时阵，皇太后甲皇后嘛捌亲临，以将伊掠。当时是为着要表示武义天下。啊，若根据我苗通所了解的，迄年是乙亥年，捌发生过天狗事过，属阳光烈火之年。皇太后佮皇后亲临祭天，有遗留克光消大地干旱之后。啊，若今年是甲子年，属顺阴之气，丧世之寒之年啊！三盟主，祭天大典之时，若是有女性在场，恐惊三公不教，实属不义，请三盟主三思。女性无适合在场，无对。武言姑娘，还佫有林公主，都无适合甲咱前往祭天。林公主，也毋过林公主伊毋是女性，是安怎伊袂当去？三盟主，这件代志攸关着百姓福祉，那安尼苗通就直话直讲了。这位林公主，伊是女扮男装。女扮男装？妈祖启示录，人活伫人世间，往往受到欲望的影响来作业，为名为利伤残，失去志节，迫害名誉，堕入烦恼的深渊。人生的苦，都是因为欲望伤济。咱来看破，唔通被欲望泯灭良知。三盟主，这件代志攸关着百姓福祉，那安尼苗通就直话直讲了。这位林公主，伊是女扮男装。女扮男装？
真好可能，我唔相信。三公主，喊价，咱们吃红茶。是啦，内底请啦。林公主人咧，请伊出来。三公主，你面相那歹看，是发生什么代志啥？对啊，到需要，阮公主该责任的。你们问下做，紧照三公主命令，请林公主出来。三公主，明仔载就是这天大典，祝你一切顺利。林公主，我想要问你，你敢是女扮男装？妈祖庙是清净圣地，请你讲实话，唔通欺瞒。无唔对，我确实是查某。你是安怎要安尼做？因为我伫合法法院，希望会当行医济世救人，以正道的法门去感化一寡冥顽不灵的人。假使我若无以查某先出现，我会引起真侪无必要的困扰。你既然讲行正道法门，说女扮男装，安尼做是欺骗众人，我实在是无法度谅解。三公主，阮公主意思是讲吼，只要用双手做善事，就当行医救人；脚步踏稳，就当步步求进。对，做了好，做了诚心，唔才是上重要的。女扮男装，迄无啥物关系啦。你既然讲行正道法门神圣，这天的事，庙通若是伫暗中作怪，迟到嘛只有你会当制服伊。要毋过庙通讲，即摆这天大典，女性无适合在场。三公主，莫听迄臭道士我袂讲啦。既然我已经请庙通做这事，而且伊阁点破林公主是女扮男装，我若是无听伊的话，安尼就表示无尊重伊。讲实在，我做为难。三公主，你安尼做是对的。既然你请的是祭天大师的祭师，你就必须要尊重。林公主，你的意思是爱我听伊的指示？好啦，公主，你就介去就好啊。假使讲我若去，庙通必定有戒心。伊若是有戒心的时阵，必定心乱。到时阵祭法无顺，就会影响到祭天大典的形式。所以希望三公主，你先顺伊的意。我虽然无去，也毋过我会做真完善的安排。你千万唔通多虑，因为伫祭天大典进前，你一定要安心。王辉我武功这么厉害，伊是咪伊想要陪你去泰山祭天？也毋过你说雄雄我去，你真正互我太失望了。这是庙通的指示。虽然之前我认为伊毋是啥物正派的人，也毋过既然我答应伊，互伊做这事，那呢，我就要守信用，袂当反悔。反悔？加计是讲会到做袂到尔。到时阵你若想要后悔，就已经袂赴啊啦。万一若出啥物差错，引起天下大乱，那呢不但失去你原本要替天下重新记好的信念，连对造成更大的罪过，你知无？文的，我只是要互你去，敢有需要这样生气，甲代志讲啊这么严重？我拜托你，你莫乌白想好无？我乌白想，君临如山，你是詹王主，当然嘛有伊个九鼎的分量。既然你无好去，那呢我就袂搁再勉强。也毋过，你无互林公主陪你去泰山祭天，你实在太不应该，嘛太糊涂。搁再讲，林公主有自卑、甲心道的善良、甲羞耻，伊是用包庇你的，你知无？文的，你先莫这么激动，你听我讲好无？
文莲，虽然林公主无要去，也毋过千里顺风因会去啊。因两个功夫嘛真好啊。你莫袂记的，我嘛是有功夫的人，而且身躯边有尚方宝剑，当斩妖除魔。佮加上铁公山，还有其他的护卫，伫我身躯边保护我，就算讲拄着更较大的危险，会当顺利化解啊，是毋是？似乎遐尔阴险良毒，而且三公主阁遐尔相信伊，真正是大事不妙啊啦！我应该讲出妙通，伊就是金库里王，把所有的一切拢讲出来。文莲，你可生气哦？我不是在生气，我是在烦恼着。文莲，我保佑你去嘛是为你好。时间若是发生什么意外，还是要安怎？正是你已经为我付出遐尼多，我今嘛哪会当互你去冒险呢？你的心意我能了解，也毋过，既然我注定就要死啊，搁为你冒险，做最后付出，这嘛是我今嘛上大的心愿。我拜托你，拜托你，让我去好不好？袂用的，文莲，请你谅解。我是希望你会当平平静静度过你最后的这段日子，所以你别让我去，让我直接烦恼担心。你讲，我们哪有可能很平静？文莲，你莫安尼啊，让你我愈艰苦。为你，我一定叫三公主讲，林公主伊就是护国右边的妈祖娘娘，若是回去，那你泰山这一天才能顺利进行。我应你，安尼嘛不应你啊！我甲你安尼想安尼对，私底下讲出妈祖娘娘的身份，安尼是违背天意，我会受到惩罚的。但不过，恐惊会增加一寡受袂到的困扰。我实在足为难的，我到底是要安怎做才好？文莲，莫为我烦恼啊！你愈安尼，我心内愈不安，愈无法度平静落来。假使你真正是为我设想，安尼你就祝福我一切顺利。这个白色的玉环叫做千干环，属阴；这个绿色的玉环叫做万里天，属阳。到时阵，正好两王拿咧作画的时阵，你就用这两块玉环对付，因为相辅相成，上顾天分，下顾地利，用破除正好两王的心魔之气。到时阵，伊的诡计阴谋，都我都得听。稳顿凡间这尔久，所等待的就是明仔载。师傅，明仔载早起就要去祭天，请师傅入席勇气。唔免，为师有一支盘龙管的，就无需要
佮直接勇气哦。这支盘龙怪真是有影这么厉害？这看人，较早的这书用来做法，是要显示道法的威力。啊，若用伫为师的身上，这就无共款咯。有啥物无共款？敢讲这支盘龙怪会当飞天转地，扭转乾坤？无毋对，阿明，为师甲你加持过了后，你的功夫除了进步袂少以外，头甲我变巧。到时阵，为师会用修炼多年的生活，将九玄灵气灌入去盘龙怪，那呢就当进山甲汉霸川，行天踏地。小等下，恁两个要去倒位？无啦，阮就想讲规日骗袂过啊，实话实讲啦。娘娘，阮是要去甲三公主讲，情河灵王就是迄臭苗通啦，莫用苗通去祭天。你免安尼做。虽然我嘛知影讲祭天的时阵，日月三川精华、雍凉、好阴、木易、金精两气交汇，正达天理数千，有统领万物，雷霆万钧之势。假使讲情河灵王若是吸收到这精华之气，毋但会恢复伊的神威，甚至伊会变做一代魔幻至尊。也毋过，娘娘，娘娘，你明知伊会变做神鬼魔头，你搁要甲是好？那安尼哦，三王祖毋若危险，天下百姓受苦呢。死狗，哪来要掠情河灵王，毋是更较困难？啊，归去啦！叫三王祖用上好本来太好死，天下太平啊！哦，袂用的。当初咱下凡的时阵，是皇玉帝的圣旨，要将伊说服带回天庭治罪。而且情河灵王即马阁有新家伫，咱袂晓私自处理。唉，讲来讲去来，怪迄个三王祖有够糊涂的啦！竟然甲这稀世珍宝盘龙怪交互迄个臭苗通，安尼真正是冒一个大石头来讲家己的脚啦！啊，都无办法啊！我甲千里毋知想讲，偷转来啊！恁误会三王祖，伊并毋是糊涂，伊既然诚心诚意要祭天，都要相信伊的祭术，所以才甲宝物交互伊，这是鼓励体制。娘娘，安尼也袂用钱，安尼袂用钱。敢讲目睭金面，看苗通了了明仔载祭天。这家白色的玉环叫做千江月，属阴；这家绿色的玉环叫做万里天，属阳。到时阵，情河灵王若咧作怪的时阵，你就用这两卡玉环对付，因为相辅相成，上顾天魂，下顾地灵，用破除情河灵王的心魔之。到时阵，伊的诡计阴谋，都我独得逞。是是。祈求妈祖娘娘保庇，保庇三皇子祭天顺利，破除苗通的邪术，嘛会当予我的后生平安倒转来我的身躯边。神女李玉凤在这发愿，日后永远在庙内底帮忙做好代志，为我的后生积功德。希望伊以后会当有好报。嘛祈求妈祖娘娘会当引带阮阿娘，佮我的翁婿到西方极乐世界。妈祖娘娘，三皇子读的是圣贤书，遵守的是佛法圣道，
做的是善事，心肝内想的是忠孝仁爱。假使伊一家去泰山祭天，若有拄到任何危险，希望妈祖娘娘你能保庇伊平安无代志，顺利完成祭天大典。玉凤，阮的。人活伫个天地之间，有四运，也就是感天地介在之运、日月照临之运、君神水土之运，还佫有爸母养育之运。我真钦佩你，你经过遐尼侪苦难甲折磨，同款坚定心志，知四运，知道报。人讲善自心中起，福自天上来。我想，神明一定互你如愿。林公主，这段时间我嘛有闭关浮躁，甚至是想袂开的时阵，好佳在有林公主为我开破，才我知影性命的宝贵。多谢林公主。迄是你心灵清明，才会当自作自强，并不是我的功劳，你唔免感谢我。文的。虽然你一摆无到甲三皇子去祭天，也毋过我知影你一直真关心伊。你这片的真情，实在是难能可贵。我想，你应该知影讲要安怎帮助三皇子。上天自有神威，会保庇三皇子。林公主，你的意思是讲，爱我心信心静，唔免烦恼心？无毋对，以你的虔诚甲真情。我相信，这就是对三皇子上大的鼓励。你一定予伊信心，顺利完成祭天大典。庙堂供迎三皇子，一切敢拢准备好。望三皇子运长担任祭司万分的荣幸，庙堂一定会尽心尽力完成任务，才袂让三皇子失望啊！三皇子，请。三皇子。今仔日祭天大典对三皇子来讲非常的重要。庙堂也有遵照三皇子的指示，将所有物件都已经传好。尊圣将代表佛道所得的高位，正面无上正顶正角；法轮代表佛道的手，轮有八周轮代表八正道。虽然妈祖娘娘爱我心神清净，唔免烦恼，也毋过我的心也是无法度平静啊。只是讲妈祖娘娘已经甲千江话甲万里天这两个玉环交互千里甲顺风啊。因两个较早伫仙界嘛是大将军，佮加上哦，因两个有这个玉环，那安尼，我想应该是会当拍除师傅的妖术。保掉三皇子的性命才对啊！之前我一定苛刻师傅，也毋过伊也是安尼执迷不悟。假使伊的妖术若是被破，那安尼伊的形神就被灭。
发生这款代志，我心肝内嘛是真艰苦的。我来教你。李公主，你敢是要转去京城请罪？你哪搁伫遮？我是要转去京城无毋对，也毋过拄好看到你，就想讲有几句话要甲你讲。经过林公主的开始了后，我就深深感悟到。不过结果安怎，你拢爱接受，因为迄对你来讲是一种羞耻。我会记得林公主伊捌讲过，世界上事事无可能圆满啊，也毋过人性的圆满是会当追求的，因为人性、道德，还阁有良知，迄拢是咱会当修为甲提升的啊。只要经过自我的修养，还阁有磨练，那安尼嘛是人生的另外一种态度。咱尽量做到圆满，安尼就好啊。欢迎姑娘，我知影以后要看到你真困难，甚至无可能啊。也毋过拄则会当听你讲遐话，就表示你确实一个真明理的才女。你讲这遐话，我永远记在心肝内。欢迎姑娘，进前做出真侪伤天害理的代志，害死阿爹，甚至嘛伤害过你。我伫遮甲你表示上深的歉意。是的。你紧起来，李公主，你安尼做，我真受袂起啊！林公主甲我讲过，以人相待人，人必不负我。只可惜我悔改上班啊，我感觉足遗憾的。我应姑娘，请你好好保重。妈祖启示录，人假使有正确的信仰，在人生的旅途中所行的路就袂有差错。人的观念无正，就袂当正业，袂当正心。观念若是有偏差，所做的代志嘛容易死个差。万千飞鸟尽飞鸟，归道蒙魂渡苦海，转世投胎好去处。树无良心，立菠萝蜜，定净土，立法界，灭。出来伤魂碎气，这是良心结事。
应天祥运，建中表志，其为任务上求胜利立下，令方式新正言于先田，受机驾于上贤，修民正治，条理万端，公卿爱民，文武英明，大孝至诚，丰济万品，典义十方，祈求天赐福祉，五谷丰收，玉条兴旺。 风调雨顺，万正安；因撇在下，江山基业，传承从良。以此照顾天地，求天地赐德赐福，以日月利武强，以乾坤利英大。官兵代表天下苍生，在此千属万谢。 这个庙堂窑道是郑和灵王的化身，不是想要探这天之时作怪。咦，那一直拢无啥物代志发生啊？戆啊，无安怎就是平安啊，平安就是福。敢讲你希望伊作怪引起灾祸，来一个生死拼斗是？我只是感觉妈祖娘娘交予我的宝物千工月甲万里天，敢若无需要啊，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哎呦，代志往往是千变万化，唔通疏忽，更加唔通轻敌，一切小心为妙。我所等待一刻，终于来临了。天地日月精华，山川灵气，天理数次，统领万物之献期，这一切就要汇合了。 天地为我独尊。哎呀，我等下吸收天地日月精华，可能怪搁伫个手中，算代志不妙。上好令我拿咧作怪的时阵，你就用这两脚去反对，因为上武上善。 上顾天文，下顾地理，用破除前后令王的心魔之气。到时阵，伊的规矩任务，都我独得听。孙老妹，我应该天文顾掉的，这千工我紧当初顾地灵啊！ 有啦，有在吹啊啦，吹掉啊啦！哇，小可别开呢！啊，你是吹有无啦？紧弹出去啦！赶紧啦！破去！啊！阿妹嘞！啊！郑和龙王应该会走转去救贤宫，来抓伊。是。离阴海洋，日期日地。 竟然还阁无法度困住郑和龙，看来我今日去找太上李老君。但拢无啦。 咱们其实已经结束啊！你们再救贤宫，江医师，
臭得输，你还想要走？参谋长，天狗仔，天狗仔，天狗仔！参谋长，小啊，我得。哇，天狗仔，你没事？小啊。 天狗仔！李兄，是你，苗通，你这个妖道伤过摇摆啊！今仔日，我绝对要替天下重新除掉你。什么妖道？乃是天上的神仙江河灵王，如今神威震天，无限道法盖世，你想要除掉我，无这么简单。 想袂到你是真好良王，莫怪你这样讲，这样骄傲。灵王竟然来凡间作怪，伤过可恶啊！今仔日就算讲我会死，我嘛要将你除掉。准备！李阳，李阳，李阳，怎么的？以后死了，有缘再去做兄弟。麻烦替我医上王请准。李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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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阳。 真好，手足情深。今仔日我江河灵王着你去地府继续做兄弟。公主，公主，臭着说你咋惨啊你啊？三王子，你冷静听我讲。 范良怪已经甲伊心形苦合，变化无穷，连上方宝剑都无法度对付伊，你千万唔通冲动。就算我牺牲我的性命，我嘛会替我李兄报仇。不行的，你袂用意气用事。三王子，你会知影，日后天下的重生还佫需要你，可是你若甲伊同归于尽，那安尼祭天大典就一点仔意义都无。 我江河灵王已经吸出了你我精华天地灵气，已经融合了魔法之道，神威盖世。这阵我连玉帝降神都唔惊咯。真是要逼我动手。竟然是太上老君的降龙宝剑，天地之间。 连不破了怪，也只有太上老君的降龙宝剑。
你还阁这袂不哦？还用怪比张灯，把人莫的不妙。公主，李记啊，你是安怎要这样讲？你是安怎要安尼做？你为着要救我，牺牲你家己的性命，你敢知我心内有偌艰苦？我唔甘。李兄，你这样跳动我，一救命之恩，你叫我安怎报答你？我真正感觉死的人是我，不是你。李兄，你有听到我叫你无？李兄，不管安怎，伊拢是上听到我，上爱护我永远上尊敬的李兄。李兄，你有听到我叫你无？李兄，李兄，公主啊，你三母子这么悲伤，但要甲苦扛一下，我惊伊站袂牢呢。是啦，公主，安尼看咯，真正是做袂忍心的。等，互伊发泄心肝中的悲苦。啊，所以恁即摆来去苦劝伊，去安慰伊，颠倒会刺激着伊，互伊心肝来更较痛苦。那安尼，伊心内的伤永远都袂好。我啥物拢无害，我只李兄活过来。天公伯啊，我直接拜托你，我拜托你用李兄活过来好不好？天公伯啊，拜托你，我拜托你啊，你啊！天公伯啊，你有听到无？啊，拜托你啊，天公伯啊！三母子，你若是互我陪你去泰山祭天，万世情形都无共款啊！今晚我看你安尼，我心肝内嘛足疼，嘛足艰苦，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安慰你才好。我敢若希望你用这爱，会用坚强起来。因为家己的粗心大意，致使钦良失败，互顺风女非常自责。为着替顺风女出一口气，千里眼为妈祖娘娘显微秘籍中找到净和灵王的弱点，然后千里眼找小龙女做伙替顺风女报仇。三个人联手对付净和灵王，发动雷霆万钧的攻击。千里眼、顺风女甲小龙女敢会当全身而退呢？妈祖启示录，无论伫人世间付出偌济心血、偌济辛苦，拢唔通留恋过去的成就；无论互人偌济，拢唔通讨人的人情，唔通求人的回报。过去的留袂牢，未来的歹预测，珍惜现在，当下即是。目眶红，三母是珠泪甘，青春赶无通，歌声要酒里暗，伴阮舞步遥望岁月流转，红颜像孤芳，寂寞行孤单窗。我点无好
像花丛甜心伴露水重，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